陰莖增大手術呢，就包括咗長度嘅延長同陰莖嘅增粗。延長手術呢，又包括咗兩種手術方式。第一種延長手術呢，係切斷部分嘅陰莖淺血韌帶，鬆解固定喺恥骨聯合上面嘅陰莖部分。呢種呢，係目前比較常用嘅陰莖延長手術嘅方式啦。一般呢，可以延長3厘米。陰莖增粗呢，亦都有兩種手術嘅方式。第一種就係切開白膜之後呢，用生物材料嚟修復，嚟增加周徑，同延長一樣。另一種增粗手術嘅方式呢，喺白膜外呢，植入生物材料，使得陰莖呢增粗。呢一種係目前最常用嘅增加陰莖周徑嘅手術嘅方式。周徑嘅增加呢，就要睇植入材料嘅多少。目前國內用嘅最多嘅材料厚度呢係 1.5 毫米，亦都可以增加至3毫米。如果植入2層嘅話，就可以增加到6毫米。我係深圳泌尿男科嘅 Dr. 陳，希望幫到你。